สบายดีทุกคนวันนี้ข้าพเจ้าจะไปเที่ยวเมืองไทหยวนแขวงซางซีว้าวเอาเป็นว่าสิเป็นเมืองแนวใดงามแนวใดเดี๋ยวติดตามไปทำข้าพเจ้าเลย let's go ว้าวว้าว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เดินทางมาฮอดไทหยวนแล้ว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นี่เป็นสถานีรถไฟอยู่สั้นที่สองLet's go!
看，这是一个属于我的世界，任由我操控，神奇极了。其实，我想每个人都一样，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，属于自己的城，那里有迷惑，有梦想，还有故事。他叫小叶，是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送给我的，一直陪伴我。他是我的幸运星。哦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皮影戏艺人，他们用皮影讲故事，讲这一方水土，讲晋阳古城的故事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，那时宋太宗用了16年，终于攻下了晋阳城，致使北汉彻底宣告灭亡。可后来他怕城坚持深的晋阳城再起事端，因此终日寝不能寐。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，所以对这座早已消失1000年的古城太熟悉了。对我来说，它一直都在，一直搭建在我心里。不过，在我心中的这座城里有一个地方，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你们看，它就在那儿。它有时会隐隐发光，可我真的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。小叶，火王将再次侵犯我们的家园，晋阳城很快就要陷入一片火海，所以就在今晚，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叫永赐的年轻人，他就是水神的化身，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晋阳城。这次我一定要杀了火王，为您报仇。凭你一己之力还不足以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水神。可是火王也一直在到处抓捕他，他要在水神没有现身之前夺取他的性命。没有现身之前？没有现身之前的水神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年轻人。要记住，找到他之后，再去找到传说中那只神奇的鞭子，他们必须合二为一，才能战胜火王。是您一直跟我讲的，传说中水母娘娘的那只鞭子吗？那是勇气和担当的化身。我们要到哪里才能找到？只有永赐知道，只有他才能抵达那个地方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
永赐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。如果你不自己站出来，我就把这里夷为平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永赐。永赐。是啊。哎，之前发生的那些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还有空中出现的那个巨大的……那是我父亲的灵魂，他为了保卫我们这座城，牺牲了。啊？那我现在是在哪儿啊？你说，你叫永赐？怎么了？你是水神？啊，我跟你一样是人。不一样，你看你，穿得怪，长得怪，不是神仙就是妖怪。啊，好吧，无所谓。无所谓。你是水神，你要战胜火王，你要拯救我们这座城，你无所谓。好，你非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你又是谁呢？我叫小叶。小叶？怎么了？我的皮影也叫小叶。别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个梦啊！我现在一定是在自己的梦中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明白了，我接着睡，等睡醒了，一切就正常了。不用睡了，只有他能抵达的地方。父亲，我知道那只神奇的鞭子在哪儿了。您说，只有他能抵达的地方，那就是在他的梦里，在他的心中啊。
忠诚。你们疯了吗？刚逃出来还要回去送死？我真不是水神，我的名字是叫永字，可是现在你是谁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那一城的人都要被活活烧死。一切是天注定。
เอาโดรนเฮ็ดได้นี่ไหนล่ะเชิงฟ้าเย็นแม่是无人机吗？好像是。这儿吗？哦。来世相遇，才发现了真正自己，心中沸腾着一条龙，扶摇直上天生处。爱天下太平人间，愿等来世再次回首。我是谁？我真的是水神吗？我真希望我就是他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可以。水神，真的是水神！快看快看，水神，真的是水神！水神，水神，水神！
年，邻家僧侣巍峨的城墙，几桥冲上九天云霄。几吞风云，几度沧桑，泪水饱含万古的惆怅。百味飞扬，四海是一家，声声长啸，惊动天下。生来就是梦的模样，放飞那龙的理想，千年神话在我胸中激荡。你我龙的眼光，追逐龙的梦想，你我传人血脉流淌，血脉流淌。你我都是那龙的眼光，追逐的是那龙的梦想，几万传人血脉流淌，血脉流淌。生来就是梦的模样，放飞那龙的理想，千年神话在我胸中激荡。你我龙的眼光，追逐龙的梦想，你我传人血脉流淌，血脉流淌。生来就是梦的模样，放飞那龙的理想，千年神话在我胸中激荡。你我龙的眼光，坚持龙的梦想，你们传人血脉